啊，迄阿弥陀佛都爱放我较大声好念，啊，你啊紧细声是要创啥？啊，你放有规庄的人听，放啊大声怎？啊，放平安是有要紧着。食饱吼，要去工厂好去啊。哎，母啊，我要升领班啊呢。有影无？啊，若升领班哦，这月价会当加偌济啊？加12000块哦，无啥遗憾啦。迄主要就是讲哦，工人若我管了，警官遐主管就知影我财情较好啊。安尼好，安尼上好啊！啊，你去上班哦，紧去啊！母啊，我来哦。好，较细腻的哈。啊，那个你咧说啥？啊，手机买？啊，都要去上班啊！啊，你问手机嘛是要创啥？手机啊？手机啊？你叫我？啊，无敢咧叫毛神啊！你安尼三顿放阿母咧煮，我哪要讲你的？你即马含衫裤放阿母咧洗，你安尼做人的媳妇，敢会伤超过啊？我即摆问你，你收听的无？好啊啦，啊，你去上班唔着紧去，啊，透早透夜就爱起醒6点，大细声是要创啥去？有啊，这要甲点一个都袂清醒啦。好啦，去啦，去啦，唔是款，唔是款。去啦，较细腻的哈。知啦。你着行到安尼哦。好啦。手机嘛，衫我来披就好啊啦。第二你去食食，通我去上班啊。爱做工课哦，是我的代志啦。啊，嘴声若了爱细细念，啊，你着当做敢若咧念经、念煞就好啊。莫甲放咧心肝内，好无？啊对啦，嘴声啊讲吼，伊伫要升领班啊。因阿哦，我着爱来煮一下较青草吼，甲庆祝一下。好啊。我的每一天差不多拢是安尼开始的。一边耳孔听着阿弥陀佛，一边耳孔听着水声咧甲我念。逐工早起，水声拢会找一个理由甲我骂骂咧。阿母定甲我讲，做查某人爱认命，我是真认命。是讲，查某人敢一定得爱对某安尼？手金啊，啊你骑车是拢无咧看路晓啦？哪安尼戆神戆神啊？阿伯，无啦，对啦，咱卫生室吼，过来一个新的医生，今仔下晡就会来看诊啦。哦，换医生哦，啊哪会定咧换医生啦？迄无怪卫生室的生理吼，摒输迄个无牌赤尻川啊啦。迄是讲医生吼，总是爱交陪一个咧。哎，啊迄个医生姓啥？我袂记安尼。哎哟，手金啊，你才过安几冬尔，啊你拢变款啊呢？变啥物款？你变啊，敢若乌巴桑的啦，无记忆阁无活泼，啊你以前就毋是安尼啊。阿伯，你若是要了解迄个新来医生的背景吼，卫生室有伊的资料啦，我带你来看。哎，好好好，先来甲了解一下嘛好，以后吼，大家见面才好讲话。啊无我请下者，我要做来去。好。哎呦喂！哦，这，哎呦！你实在无神经的啦！啊，甲你拍遮大，你阁唔知影吃？不用啊，伊去上班啊。哦，上班了。兄啊，后摆我若去看你甲伊斗阵吼，
我先甲你老爸讲，叫伊甲你教训一下。别款人唔交啊这款瘾头的。职工啊，莫安尼啦，人母用对我真好呢。对你真好有啥路用啦？亲像迄种做粗工仔的吼，一世人无出脱啦。你敢嫁伊哦？啊，秋金这下就敢嫁，我来唔敢嫁。职工啊，人即摆是咧甲伊行尔，但我也无讲一定要嫁伊啊。啊，无想要嫁你，搁甲伊行，乱来！职工啊，咱两个有代沟，咱对爱情观念差太远的，我不爱甲你讲。阿伯，这就是迄个新来医生的资料啦。蔡英山，对，就是这个啦。我这对生理眼哦，看人绝对袂唔对啦。好，我找你真久啊，我来去啊。来。爸，你转来啊？你安尼吼，家己乱食药啊，不是办法啦。啊，对了，卫生省吼新来一个医师啦，姓蔡，听讲医术袂歹，你叫看卖一下，保定着对你身体有帮助。蔡英山，新来的医生哦。奇怪，秋瑾哪会拢无甲我讲咧？可能是袂记咧款咧。听讲这个医生吼学问真饱，伊请来咱这专科服务吼，嘛证明讲伊真有爱心，这人吼真可处吼。我看上可处的，就是医业的娶某，对吧？你也知影爸爸意思吼？你叫我去相亲，我哪会唔知啦？那这个人吼，爸爸看了就有介意啦。我头一摆看到的时阵吼，我就知影讲伊甲你一定会合。你先甲伊做一下朋友，大家先熟悉一下好无？阿乱啊，你是毋是看到讲你的好朋友秋金啊嫁了无幸福，所以你无想要嫁？你阁知影哦？我哪会唔知影？你甲秋金啊吼，两个敢若姊妹仔啦。啊，伊若是受到什么委屈哦，拢会甲你讲啦。你是听伊话听伤济，思想才个影响着哦。爸，你哪会愈讲愈离谱啦？我是当时讲过我无爱嫁哈。啊，若要嫁上好啦，即马吼就有一个上好的对象啦，就是伊啦，蔡英山啦。拜托你啦，你先甲伊熟悉一下好无啦？哎呦，爸！医生上好啦，但你身体遮尔虚，假使讲会当嫁一个医生，爸爸就上放心啊。你才不害怕哦！你这个囡仔，张开无认真拍你是安怎？我当然无认真啊！你骗钱放我啦！啊，讲你无认真就无认真啦！你不能哦，搁咧为人多大声，干我去！你，我无想要跟你计较。你别跟你计较，你别跟你计较，你别跟你假死。你做什么？经理啊，你生意哦？好啊，我拢快点，等你做你的工课。是。经理啊，下晡后这人亏无认真，我替你甲管。
真好真好，我拢有看到啊。你拢有看哦？哎，后摆啥人无认真哦，我会替你甲斟酒。哼，做领班，3档5档，加快。喂，有啥代志啊？你是医生啊？当然啦，我是医生。借问啊，恁参尾庄的卫生室是要哪行？哦，安尼啉甲水茫茫，也要去卫生室啊？啊，我知，迄个阿莲啊，是开外就是请你去斗内咧哈。你收到红包无啊？红包？啊，即摆大家红包拢有领着吼，啊，即摆大家注意听吼，今仔咱卫生室啊，有新来一个医师啊，姓蔡医师，年轻有为啊，学问可饱，医术可好，小等伊若来吼，大家咧扑啊声，吹较大声。啊，放心啦，红包拢收啊，拍个大声嘛无问题。好，安尼吼，我即摆喊1、2、3，大家小练习一下好无？1、2、3。对，小等叫安尼哦哈。呀，啊时间就到啊，啊蔡医生哪还未来啦？你入去敲一个电话甲催咧啦。啊，红包我无领着啊，伊要来唔来，跟我什么事吧？好啊，等你两个人是伫咧创啥啦？我是听讲村内的创气吼，有好势无？哎呀，当中场所安尼歹看啦，分啊开的啦，无会讲误会啦。误会？啊，愈讲佮愈挑伊讲。大拢是咱们搞嘞，谢谢。无啊，那是你啦，你这赤卡身的啊，你来创啥啦？啊，讲赤骹身就歹听啦，警察是人有牌，我无牌。你若我吼客串啊吼，要共看病走较远，我就唔知影串啦。我知啦，较差者讲吼，伊个证书内面登一个大，因啊我无呢，啊计较我是要创啥啦？哎呦，客串兄，等你嘛拜托咧，我今仔日开遮济钱来吼，是要欢迎蔡医师的，都毋是要欢迎你的，你莫来遮闹场好无啦？我虽然无甲收红包，我无要留场，我要来斗闹热咧，互你穿条细条啊！我嘛想讲要来看我这蔡医师用产了吼，是生做圆的还是扁的？还是倒一个嘛，介绍者。你叫做蔡永山是无？我喷啊！你做医生的人呢，竟然啉啊水茫茫啊！啊，你甲咱参会这个人拢当做啥物啊？就算讲兽医哦，要看精神，
嘛袂用你安尼进，乱来。等，真笑，过来就抢阿田啊！你个招，感谢你啊！对了，案件开始若要提起来我烧饭，打8折，若要尾一档啊，找出来意思嫌挂号啦，是讲较有酒味啦，不，医生人吼注射爱用着酒精，所以有酒味啦，不要紧啦哈。来，有需要再找我啦哈。小金姐啊，哪呢？如果是一个都市来的现实医生，你放心，这款人哦，伫咱庄口住袂久的，真紧就离开。惊的心无你。各位，现在我来宣布新的领班。新的领班就是刘武雄。这是我。兄弟，你有讲对无？叫这个留做领班，免讲啊。武雄工作真认真，甲有负责，是大家模范，大家拍拍啊，鼓励。武雄咧创啥物？你若甲安尼明仔载要来上班啊？恁爸免等下明仔载你敢要死啦？恁爸即摆家己死头路啦！阿伯甲春晚，拢认为我嫁予水星无幸福，真替我抱不平。我捌看过一本册，有写一句话讲：幸福不是一切，做人也阁有责任。我感觉这句话讲得真有道理。嫁予水星是我的命，认命真我的责任。若是安尼想，我的心肝内会感觉较平安。恁爸伫咧外口有查查，还阁无空，等下就讲伊查查啦。你问是啥安怎？说白后你别困的哦。无，恁爸无嫌你就惨死你了，你阁嫌我？出去，出去啊！入来啊！搁有水声啊赶出来啊！咱做查某人，就爱较忍耐。啊，你也毋是毋知影水声的性地，过2工啊都无代志啊啦。阿母，我知啦。好啦，紧困啊！